这是啥意思哈？听因讲，伊要提早解除委任，伊认为伊家己无资格继续来执行宋律师的委托，所以伊自愿放弃存来100万的委托费，要解除契约。所以即马，何小姐，你已经摕到宋律师遗产的完整的管理，会使自由处分啊。听先生，紧回信息。我无想要活，这个世界无人了解我。这个世界无人了解我。啊，电话摕好合影机。根本就还袂要考试。啊，电话摕好合影机。喂，我无代志，就是想讲等。啊，你若无代志，哪会无爱接电话啊？信息无回，也无读的，互大家才烦恼着。煞工嘛，才靠私人电话，才我的。你安尼良心敢袂得过啊？